他读啥？他的老公说有，他的老婆说没有。我说一个给我，不肯给啊。可能就是已经很少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人做了，也找不到了。除根旧嘛，吼。对。哦，制作酵素有达木要准备的就是呀，如果是马4种。哎。事前要准备的就是那4个草。Ani ni ay tumang ko sabi tawon azan市场吗？我们sabi上来啦，叫。那不知道人家都用买的。都用买的，市场都有在卖呢。它是粉粉的。对，它已经磨好了，它已经有那个量了，就是说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地带的啊，就是也是这个。哦，酵母啊。酵母它用粉的，这个还要。有啊，那个就是比较不是天然的。嘿。最怕就是它用化学。对，一定是不是天然。现在应该很少用没有在用天然。没有，我们这个要学到啦，这个天然的才是我们传统的，所以外面买的一定是不是很传统啊，都怕他们加很多东西这样，传统的比较好啦，所以那个师母还是要再把我们教会，看我们做。要看那个季节啦。看我们做。我才有那个东西可以上。暑假可以吗？暑假再来上一次，对啊。暑假一起去采可以吗？对啊，你们看什么时候回去就一起去采这样。我也要去。我们要回去田野调查，他会跟着我去。田野调查。那我们直接去吗？对啊，也要知道在哪里，去哪里采这样子。谁过来都好。导入过，不是我知道排湾族他们会抓有导入过呢。他们的材料嘛，咋派？没有看过哎，要问谁？要问排湾族的。他们也会做那个泰国的，他们也会做。他们也有做这种。就是他们用什么的，还是市面上的，就要问他们的，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还有别种的那个草药。问那个泰鲁格还有排湾族的，他们有在卖啊。对呀，他们也在卖。有在卖。他们有在卖小米酒啊。我女儿。你们有没有去注意到，反正卖的东西，你看看都是酸的，不是甜的。对。做的这个。很甜。没有加糖哦。真的很甜。没有加糖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你做看看，你呀。对，我做过了，我们上次。他们卖的些小米露之类的，这都是酸的，所以可能他的东西不一样。不是，他的做法不。做法吗？是因为做法吗？应该不是。应该是那个材料了。可能材料了。对。我女儿买的前几年，他们很高兴，那时候丰年祭嘛。她说：“哎，妈妈，我们有买那个别人的那个小米酒。小米酒啊。”好啊，来喝啊！可以比较呢吼。结果因为我在做，我知道啊。奇怪，味道不一样。酸酸的。好像他不成功的那种。对，我们不成功的东西。他们说很好吃，如果不成功就是那个。他们可能喜欢他们喜欢酸的。我们一直笑。是哈。哎呀，那个现代的人一定要学了，不能说。如果你们还要的话。要啊。要，暑假再做一次。那一次他们两个黄一鸣去填调的时候。对啊，在一起去那个。一定要给它像花生这样剥开，然后还要再仔细一点去做。像我们可能就一次会失败呀，还要再去。有，他做了不少次呢。对呀，就是才成功吼。他的剩下我自己做的。这是什么？米就是酒啦，麻辣拌。有蒸馏过的。蒸馏的呢？我跟你讲了，他是用糯米，对不对？可是教会里面我们有爱餐嘛，时常有剩饭，可是那剩饭是蓬莱米的，就是那个我们一般吃的米。这个是一般。剩下都拿来拿去酿啊。我们教会的是用糯米哦。他们都不会拿那个饭，就是剩饭每次都是拿。拿来酿，然后
蒸馏过后。给它蒸馏就变成这个啊。它也是尝一天然。点点看看。所以蒸馏其实也要学，蒸馏我们也不会啊。对啊。我卖不了呢，我们平常吃的你下次那个再填掉酿酒，就是酿然后再蒸馏，就整个过程可以再做一次。用酿酒的技艺啊，酿酒是一个技艺，然后这个是做酵母。那好几种呢。对啊，还要再填掉酿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。对了，他上次做的那个。看你们啦，一直做到这样，我都愿意教。要做到这样。等一下要那个呢。我是品尝。开车。我一小口。对，有后坐力吗？这样冷啊。明再一点点不会啦。很强啊。很强哦。强你再喝。我。你才知道。我喝，但是我不能喝。他不能喝。沾一点点，看看的味道。对。沾一点点。对。沾一点就好。香香的。沾一点点而已啊。用。讲那个。如果是那个。很香啊！你这个怎么做的？那个防赖，不是。用饭哦。不是要蒸馏吗？蒸馏完了。你蒸馏啊！你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课程。那怎么过程？怎么做？对啊。这个可以撒啤酒吗？对呀，我们就是自己。这个是撒啤酒啊。用这个哦。都是天然的。我们都不用买的。香皂也有人做天然的，酒也是有人。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归天然。可能要回归天然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，所以我们一直珍惜你这个访谈就是这样。你又会做，又会，主要是我们要做那个炒那几样一定要会了，然后几天，然后亲自去起毛，失败成功才是。对，我失败好几次。今天的那个。失败很多。哎呀，你一定要教我们那个成功的方式，不要说。我糯米的那个已经都没有了，没有那么多更草。香。糯米的更香，更甜。糯米也可以做小那个。本来就是糯米，这是卖到我们平常吃的饭。红萝卜呢，白饭呢。对呀。我们要做的是糯米的酒。糯米的才是米酒。对，可是我觉得那。人家说可以嘛，我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既然是可以，我自己来做看。既然那么多剩饭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味道还就是比较不甜，对，那个糯米的是比较香又甜。糯米是比较香，比较甜。对。撒啤酒也可以用这个，要不要加水？要不要加水？没，它就蒸馏了。就是要变越来越浓啊！你要对，然后那大你都给说，到时候再来填掉这个。然后有2种呢，要分开。你要问的时候。在流程，对。真的，可能要一整天也不够。我昨天在煮，我煮的给你们看一道。你这煮什么了？我昨天在酿，在蒸馏酒啊。那个煮我知道很久呢。有听说的，一直煮，然后让它变。它为什么弄得晶莹剔透呢？那么白，不是会有混浊吗？这个好像有一点没有很浊，没有那么白，有点浊。是我蒸的关系还是怎样？我是不知道。没有那么透明。那个就那么透明，对啊，这个就很漂亮。这个我想说一定会混浊，你看这个。这是昨天做的。它是不是越放越透明？有没有试过？应该是有一点点的，稍微可能有。我比当你是过了嘛，这是你的做法。这个流程那么多，那要一步一步来。这个我很久了，也不是现在做，目前做的，这个前年做的啊。前年留到现在哦。因为很多，他有没有喝一点点？不会喝。你是不会喝的怎么办呢？做了怎么办？然后我要做那个慢慢叫麻油鸡哈，我都是自己做的，真的。对呀。我们现在都不买。真的哦。这个以后我们要变成那个可以卖传统的，就是最纯的那种酒。
就是全部都天然的自己做的。才可以，天然的才是真的。哇，你白牛肚。对呀。你们那个啦，还有过来对，为什么阿妹很喜欢就，有那边。蛮行个什么？蛮行个什么？因为嘛，小伯我。我们来的比招待的都最好的东西。就是上等的。对呀。伊拉不拉邦啊。哎，那个八个啥？又聊天，然后又彼此感情就融入。就是这样啊。没有酒就没有话讲，沾一点就话匣子就来，是因为是这样哈？还是我们以前就传统就已经传承？没有吗？不是，因为就是一种惯性了。惯性。对，被养。不是遗传的吗？刚才我有听到高老师说，以前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酿，那你说怎么会有惯性呢？主要就是在日本这一段时间，因为日本那一段时间它有开放，所以我们原住民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了，做完以后又把它收回去了。那一段时间开放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做，所以再加上这个日本来的时候，就所谓的皇民化嘛，他就是把我们当作就是他的奴役，那大家心里都苦闷嘛，又做苦役，所以呢，开放那段时间大家就喝酒，是这样子传下来的，然后又收回去不行，到了民国的政府来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也开放，对于那段时间也开放。所以大家都一直喝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对，所以其实不是以前留下来的，不是最早最早。这是有人家有这个文献呐。有文献。对，写得很清楚。不是因为古代的人，古代哪有人饭都不够吃的。还拿来酿酒。对，最糟糕就是国民政府来的时候，他弄个。更便宜的，就是很便宜的东西，杂粮之类的，比如说像稻子，还没有收割的时候下大雨，对不对？那会长芽的那种的，政府收购起来，它就是做那个酒，前什么太白酒，就是高粱啊、玉米啊什么，通通杂在一起的，所以太白酒很便宜。那时候就开始让这些部落里面的人沉迷在酒里面，对啊，就这样来的，不是。因为古代传下不是，古代的人哪有那么多？真的呢，我想也是这样。那个田里没有多少。对啊，饭都吃不饱。吃都不够吃。我们小时候都吃地瓜呢。哪有？对，真的吼。你这样想就对了，怎么带个班呢？真的呢。所以是习惯是后来才养成的。后来才养成的。对，有一段时间它开放完以后又收回去。就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要收回去？他们觉得好像很赚钱嘛。那政府这边当然它是一个国家机器，制造这个东西很简单，它用很便宜的东西造出来，就卖，就是赚钱。就会变很便宜，就很容易买到。对，就这样子酒醉了。那个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再。这个刘文高老师大概他不知道了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们有文献嘛，所以就可以明白。所以高老师也有讲嘛吼。那什么时候做呢？就是如果家里有盖房子啊，或是庆祝某一个孩子当兵啊，那时候亲族都会到这个家杀猪嘛。那时候的饭一定用糯米。为什么用糯米？每次杀猪都会弄到1点2点才吃中餐。所以早上是吃糯米的话就不容易饿。所以可以拖时间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对，一方面糯米也好抓，抓在手上。以前都是这样子，对啊，就觉得是在这里了。所以只有特殊的时候才会喝。对，特殊的时候。你看我们吃毒肉，有时候家庭好一点的可能1个礼拜，家庭不好可能1个月做一次。每次会听到这种厨跟臼相碰的声音，哎呦，那一家在做毒肉。对，以前的部落就是这样子。对啊。尤其是长光的部落是很整齐的，以前那日本人把它赶下来的时候，他规划一条一条的，你从这边看那个边边都是一样的，很直。那对，在大概我那时候是民国50几年，那时候我小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去注意到了，我就看，
止，家里都是茅草，就是往南，门都是南边，门都是南边。那到了民国70几、80几年的时候，政府也没有什么规定说，只要你的地你可以盖嘛，孩子也都长大了，那就也分家了，变成家，所以盖的就零零落落了。以前以后都不整齐了，以前是很整齐的，你可以拿线这样拉呢。是哦。对呀。哇，原来以前的时代也是这样。对呀。也不是随便就喝了。那后来的时候。没有啦，没这么好。对。所以剩下的米，老人说，哎呀，有剩下的米，还拿去晒呢。对。晒完以后。那个饭了，已经是饭了。对。我都好，我跟你讲了，还有再蒸一遍。为什么去晒呢？我在想，我现在在想，应该是杀菌吧。因为剩下的话，大家手在摸嘛。杀菌，然后呢？还是要做久吗？我知道啊。晒干，然后还可以做，是可能比较可以再保存，对，可能再保存比较久一点。如果再多比较不会坏掉。对，会坏掉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延伸的问题。谢谢你哈，喜气。后面才有做那个蒸69，可能还要再做延续那个课程。好了，好。谢谢。